Facebook 網上群組齊心協力挺香港大聯盟。近年嚟，社會運動同埋議會內不斷出現不同形式嘅暴力事件。你今日喺呢度義工，你坐喺香港嗰個嚟啫。再有我哋一報警，坐喺度。有嘅衝擊者，幫出啦！我幫出啦！我壓死拉你，你幫出我拉你，大家證據。呢位先生，呢位先生，黑埋呢位先生，我要報 ICAC。大家一齊關注。呢個唔可以咁做啦，香港。香港係公平選舉嘅。如果大家識翻我哋嘅下一代，你識翻你，識翻你啊！喺佢哋9月9日下親佢啊！我都錯你啊！分唔到啊！我要踢走你！我要踢走你！衞生清潔香港，我要踢走你！踢走你！坐埋我哋嘅人！冷靜！我哋香港幾廿年未試過打選民嘅第一次。你個政棍！你話我冇身份證啊嘛？你報出記我拉你，我拉你。得，冇錯，唔係和平理性啊，唔好嗌交。你係去攞嚟㗎？唔係，你係邊位？市民咯。哦。我哋一齊影。唔係嗱，唔係唔需要喐佢，等佢影。等佢影，唔需要阻止佢，唔需要阻止佢。我哋嘅下一代亦受一種不良嘅風氣嘅影響。我唔好阻止佢。今日我哋嚟呢一度，就係希望大家一齊關注現時香港社會嘅歪風對我哋下一代嘅影響。如果大家唔想我哋嘅下一代成為流民分子，請你哋9月9號一齊團結香港，踢走禍港政棍。9月9號齊心清潔香港，踢走禍港政棍。9月9號齊心清潔。你講下得。呢個公眾地方嚟嘅，有咩問題咧？有咩問題咧？我有問題咯。講。呢位朋友，如果你嘅言語係令到呢位女士係合理地擔心佢人身安全或者，你講過咩話，先生？我話呢個公眾地方嚟，你講過乜嘢啊？我要講過乜嘢？佢講過乜嘢？佢講過乜嘢？佢講乜嘢？而呢啲暴力事件，係由一班禍港政棍嘅推動嘅，再遊行示威者方面報警啦！你話呢幾多差人啊？冇報警啦！咁你見唔見到我係着下告你衫啊？唔係，咁你可以唔認下我講嚟㗎嚇，係咪啊？今日我哋嚟呢一度，就係希望大家一齊關注現時香港社會嘅歪風對我哋下一代嘅影響。如果大家唔想我哋嘅下一代成為流民分子，請你哋9月9號一齊清潔香港，踢走禍港政棍。9月9號齊心清潔香港，踢走禍港政棍。9月9號齊心清潔香港，踢走禍港政棍。多謝大家。先生，我請你熄咗個喇叭。各位香港市民，我哋喺 Facebook 網上群組齊心協力挺香港大聯盟。近年嚟，社會運動同埋議會內不斷出現不同形式嘅暴力事件，而呢啲暴力事件往往係由一班禍港政棍喺背後推動嘅。再由行示威者方面，更出現連串嘅衝擊者，呢啲種種嘅跡象，顯示香港社會已經俾一股黑色暴力歪風嚴重干擾。而我哋嘅下一代亦受住呢一股不良嘅風氣嘅影響。今日我哋嚟呢一度，就係希望大家一齊關注現時香港社會嘅歪風對我哋下一代嘅影響。如果大家唔想我哋嘅下一代成為流民，係話我幫你影住先生嘅發言。一齊清潔香港。咁乜嘢理據話我干擾緊你咧？你而家行埋嚟喎，唔係我行前你嗰度喎。邊個干預邊個先？阿梁生，你律師嚟講，冇又唔知道你冇權干預緊我哋做緊呢個工作地方做任何嘢啊！你喺度播音係唔啱嘅。啱唔啱？唔係你決定嘅喎，阿梁生，你律師冇理由唔知㗎。即係播音唔啱啫，唔係話我冇喐手去。唔係話。不過警察會嚟執。等警察處理啦，梁生你咪警察啦嚇。我以為警察嚟緊處理咯。你影我，我影你。嗱，公民黨係咁啊，頭先又話啲公眾地方唔好影佢，依家係咁啊影人啊！你講多次，你係邊位話？你邊個啊？你身份係乜嘢啊？我係邊個關你鬼事啊？我係邊個關你鬼事啊？
講多次你係普通市民就得㗎啦。我着緊普通衫啊，梗係市民啦，唔係咩啊？公民黨啊，唔通都傻傻地嘅你啊！普通市民啫。咁咪咯，無啦啦我又唔識你，問我做乜嘢啊？真係好奇怪。嗱，頭先嘅呢個女仔咧就係咁啦，啊，人影佢又唔得嘅，因為佢係咁影人啊，真係好奇怪嘅，因為，嗱呢個哥哥應該冇問題，因為頭先冇走埋嚟，喺度掛膠震啊。咁我等佢影你啊，先生，唔該晒。哥哥仔唔介意我影佢喎。多謝你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星期日請你投票，多謝你。都行咩？你都買嗎？你好，星期日請你投票投2票，多謝你。多謝各位，我哋繼續嚟，繼續派，繼續。好。你好，想要票嗎？你好。你好。喂，反。